咁就啟德跑道區話說都有成11個項目喎。如果要熒幕前嘅你咧，逐一數翻佢個名出嚟咧，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啊！收工翻屋企同個的士司機講話要翻啟德任何一個項目，相信個的士司機都要開翻個高德地圖，佢先至揾到啊！但係整個跑道區當中嘅中產內海區有2個項目係最接近啟德橋嘅 ，Candy 絕對認為整個跑道區當中入邊最方便，而且最緊要咧就係我哋嘅項目一出門口咧就係未來即將會落成嘅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站頭位置啊！幾分鐘咧就可以去到啟德城中心嘅啟德站噶啦，完全攞盡晒整個跑道區當中嘅天時地利加人和啊！而呢個咁出色嘅項目就係我哋今日要睇嘅 Double Coast， 一齊照舊同大家溫故知新下先。我哋嘅 Double Coast 第一期總共由2座361個單位組成嘅，而我哋一落樓下咧就擁有一個79000尺由會德豐精心打造嘅級式連臨海會所啊，50米嘅室外泳池啦，擁有20米天幕頂嘅室內泳池，8400尺嘅臨海健身室，極高格調嘅宴會廳同埋小朋友大型嘅放電空間。我敢講，你同你嘅屋企人喺度每一日咧都係度假嘅享受啊！而喺我哋嘅樓下，除咗擁有超過26萬尺嘅海濱餐飲零售區之外咧，同區嘅 Emside Soho 超過180萬尺嘅商業入面，再加埋啟德零售館1500米嘅地下街。真心住得喺啟德，咁多位男士喺工作上真係要上心啲啦，滿足翻你屋企嘅女神。而且咧，香港最強嘅校網之一嘅沙士校網同埋九龍城校網都納入咗喺我哋啟德範圍之內噶啦，絕對滿足到咁多位好爸爸媽媽嘅需求啊！咁事不宜遲，即刻跟 Kenny 鏡頭去睇睇，位於啟德跑道區最強交通優勢，由會德豐打造嘅 Double Coast 究竟發生咩事先？我的天哪！這麼神奇嗎？相信熒幕前咧心水清嘅朋友仔一定會記得㗎啦。Kenny 咧拍過嘅 Double Coast 咧不下5條片㗎啦，但係咧有一個咁靚嘅裝修單位咧都係第一次嘅啫。我哋會先睇個627尺嘅3房單位，入門口開始講起，門口位置咧發展商幫你做咗聲充拍卡指紋，再加密碼門鎖嘅，而且你會留意到咧627尺當中3房空間咧係冇乜走廊位置嘅喎，所以幾乎咧所有嘅空間都俾你用盡晒嘅。令我最欣賞嘅咧就係呢個開放式大別墅級嘅開放式廚房，做咗落冚式嘅，所以我哋喺呢度做飯廳就得啦，又或者喺呢邊呢個位置做翻個飯廳一樣冇問題。而且我哋入邊用嘅電器品牌全部都係最頂級嘅 Miele 嘅抽油煙機咯、爐頭咯、微波爐、焗爐全部一應俱全。洗衣機同埋我哋雪櫃就用翻頂級牌子西門子嘅。嚟到客飯廳個空間啦，感受下，雖然冇豪宅嘅面積啦，但我哋咁高嘅樓底，整個豪宅氣魄完全攞晒出嚟啦。喺呢邊做翻一張3至4人嘅大梳化，然後前方做翻個100寸嘅大頭石銀幕，完全冇違和感喎。而且咧喺我哋啟德嘅內海區咧，大部分嘅項目咧都係新入契設計，有咩好處咧？就係我哋嘅露台咧，終於唔使分開2個啦，3合一嘅大露台做咗3米咁闊嘅距離，然後喺我哋左手邊呢個位置做咗奶機平台啦，露台同埋正常嘅工作露台合併埋一齊，放眼之處咧，我哋可以望盡整個東西九龍一帶嘅景觀，非常地震撼。由左手邊嘅獅子山啦、飛鵝山啦，以至東九龍一帶 CBD 全部一覽無遺。每天晚上可以望住呢個咁璀璨嘅景觀咧，真係神也動容啊！到我哋寢區部分啦，我哋坐咗短短